再来看一则意外的消息，这是花莲市美仑地区一栋大楼，昨暗8点外的时阵，熊熊传出爆炸的声音，了后呢就开始导火烧。消防局是随去甲抢救，初步调查，那像就是驾驶漏涉所引起的。接到有大楼导火，花莲县消防局随派市区所有分队18台各种消防车45位紧急驶到现场。导火所在伫大楼上关的5楼，家庭火伫咧烧，因一直清菜，周围大火拢疏散，大家讲有听到爆炸声音。我们家外劳跟阿嬷在家，阿嬷跟外劳都安全下来了吗？安全下来了，谢谢。有受伤吗？没有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那你刚开始有听到爆炸声？有。我在隔壁。这件火警发生伫咧2月2号暗时8点07分，伫美仑地区的中美13街一栋集合式大楼5楼，有一号突然间发生爆炸。有一个看护伫咧甲行动无方便的老大人洗身躯，发生火警了，随个阿嬷挨来楼骹。总共有2个人，分别是坐轮椅的老太太以及一名看护。那这2位呢，在火灾的初期就已经主动的逃生到地面。初步的原因不排除很有可能是因为瓦斯使用不当造成的。好在在这件火警并无任何人员伤亡，市公所也启动收容机制，总共7号22人爱安置。消防局也提醒民众爱做例行检查，做来较旧的电线、瓦斯管线爱换新，一个装警示器。瓦斯若无用时阵，开关就要关起来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